哇！呢個唔係世界上最 wrong 嘅 wrong time。哦，佢玩完3項鐵人，哦，想求婚，喂，但佢抽筋喎，師兄，好艱難，起唔到身。我男主角喊啊，其實我想知佢喊係佢痛定係佢感動啊？嗱，其實長時間運動之後咧，人咧亦都係失去咗大量嘅水分同埋電解質啦，譬如 sodium 啊、鈉啊、potassium、鉀啊、magnesium、鎂呢啲啦。其實對我哋嘅肌肉系統啦，同埋我哋嘅神經系統咧，去運作咧，或者去維持一個穩定嘅活動咧，都係好關鍵㗎。咁所以如果你唔補充嘅話咧，就好大機會令到肌肉咧係不知所措咧，然之後咧突然收縮，然之後咧就俗稱大家所講嘅抽筋。唔想好似片中嘅主角發生啲咁不幸嘅事情咧，咁就記得咧要提早做好啲嘅預防措施啦。即係我哋常講嘅就係做運動之前要 warm up，要熱身，俾個身體咧係習慣下收縮啊，同埋喐動啊，撻翻着副偈先啦。咁其次咧就係喺做運動期間咧，盡可能咁樣補充翻水分啦，同埋電解質。咁除咗俾你嘅肌肉啊、神經系統嘅用之外咧，都可以幫助你咧去散熱啦，咁啊避免中暑嘅。咁所以咧，各位同學，我成日講啊，如果你喺飽嘅腦筋出咗問題咧，你可以揾我，冇問題嘅。但如果你成日都抽筋，咁你最好咧就揾個醫生睇睇，睇下發生啲咩事啦。記住啊，及早睇啊，如果唔係真係好痛啊！